醫。醫字共6筆，第一不撇，第二不豎，第三不橫接，第四不橫，第五不橫，第六不撇。左右列球。醫的字義，比，他，醫說，醫人，那個人，多指女性。文言助詞，下車依此。依誰之力？依於湖底，到什麼地步為止？不堪設想的意思。成。依的詞性分類解釋，代詞。第三人稱代名詞，相當於比，他。詩經，秦風，蒹葭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宋，柳永蝶戀花，以危樓風細細詞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潮水。第二人稱代名詞，相當於你。董西廂，卷七。我於意至誠沒倦怠，你於我堅心莫更改。元，迭名馬陵道，第三節。我這裏吐膽傾心說與醫，難道你不解其中意？動詞，表示肯定，相當於是。詩經，小雅，鳥鵝，蓼蓼者鵝，匪鵝伊好。後漢書，卷7-8，患者傳，孫承傳，昔為養因警監以見，有識知其不忠。今得神舉者，匪榮伊欲。助詞，發語詞，無疑。詩經，背風，谷風，不念昔者，依如來氣。文選，陸機，文賦，依之視之可樂，故聖言之所欣。文言助詞，表示剛剛的意思。如，就職依此，開幕依此。名詞，成。如上朝有依云。